第14章，經歷了50載，模式循序漸改。大埔振興肉丸由牛肉丸起家，經歷咗半個世紀之後，產品種類已經由起初嘅10款，不斷適應市場變化、消費者嘅口味同埋目標客戶群嘅擴大，而家已經增至50多款，包括日式、台式同埋佢起家嘅牛肉丸。以往振興以批發生意為主導，咁多年嚟一直都係公司嘅主要收入來源。而喺 Pilot 接手之後，銳意發展零售業務。而家銷售分佈情況依然以批發為主。喺銷售量而言，批發方面已經上升咗10倍，供應酒樓同埋大小食肆。喺零售方面亦都打開咗局面，銷售量亦上升咗2倍。要應付生意規模嘅擴大，振興亦都由當初一家人自己動手做，慢慢開始外聘人員。現時員工已經增至40人，較當初嘅10人已經膨脹咗4倍。因應發展零售業務，店鋪由大埔老店一個銷售點，增設新界東嘅將軍澳同埋新界西嘅屯門，版圖亦進一步擴張。由此可見，大埔振興喺近年作出咗3項重大嘅變化： 1. 兼顧批發與零售，顧客採購好就手； 2. 產品品種多元化，時時刻刻都變化； 3. 公司營運企業化，傳統事業再活化。回想2007年時，4兄弟曾經意興闌珊，家族事業可謂日薄西山，正係大埔振興最低潮嘅時候。唔少企業發展到嗰個階段，都有可能講聲拜拜。但係10年之後，大埔振興竟然好似初生之犢，並發出一種日出東方嘅朝氣，實在使人眼前一亮。呢間公司唔單止傳承成功，同時亦都轉身成功。主要原因在於一股志氣，幾兄弟不甘於親手斷送爸爸嘅心血，反而立定決心振興家族事業，正正體現咗公司名稱嘅精髓，就係話公司要不斷振興，一代一代咁傳承，佢嘅生命力可以越趨澎湃，值得喝彩。企理小總結：獨沽一味難做大，死守祖業好難捱。發展有機會戰敗，好過坐等被淘汰。雖然屹立肉丸界，管理水平屬初階，保持學習的心態，企業方能做得大。